屏台南第一位女市長的參選人立委陳亭妃，過去已經將伊規劃科技三軸的產業藍圖向市民報告。不過這回團隊卻是以 AI 動畫來呈現，希望擺脫傳統冷冰冰嚴肅的政治印象，改用有溫度、較生動活潑、踏進生活影片來傳達，對點線面串聯成跨科技產業發展。建議台南成為台灣的科技新都心。我覺得政治不要那麼的僵化，而且我們也希望說用這個 AI 影片的方式，讓大家可以永遠記在頭腦裡面。陳亭妃跟我們所有的團隊，我們市府的團隊、議會的團隊，未來要為大家做什麼？所以我們今天用所謂 AI 影片，而且是首支 AI 影片的一個展示，就是說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，到底陳亭妃的科技三軸要做什麼。陳亭妃科技三軸的政見，因為第一輪以後壁為代表農業生物科技，第二輪以南科為核心的高科技半導體產業，第三輪以沙崙為核心的熱能科技。所以對溪北、溪南到原市區的現任議員以及參選人20多位，攏到場相聽，都要為政見背書，嘛展現區域平衡發展，經就此凸顯綠營大團結，有母雞帶頭衝的氣勢。科技三軸，台南產業大躍進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